Hello，大家好啊！禮拜四嘅晚上啦，咁啊，今日錄影廠咧得小弟一個嘅啫。咁啊，因為高山咧有啲私人理由，咁佢今晚就會缺席嘅。咁啊，所以咧就等陣嘅呢3至4個鐘頭咧，我諗3個鐘頭啦，應該唔會有4個鐘頭嘅。咁啊，會有小弟陪大家咧就回顧翻對上呢個幾兩個禮拜歐聯16強嘅點滴啊，咁啊都好耐冇同大家做啲戰術分析㗎啦。咁但係就今晚其實就只係會講6場比賽嘅戰術分析，有2場波咧就唔會講嘅。分別咧就係阿仙奴對住燕豪芬同埋咧利華古遜對住拜仁慕尼黑啊。咁因為呢兩場賽事嘅比數2個回合嘅比數咧，就係太過懸殊啦，咁所以咧基本上有一個回合咧，我就真係冇睇到嘅，次回合我就冇睇到嘅，咁啊更何況其實，譬如你話利華古遜咁喺首回合已經係好早就打超過啦，咁啊另外阿仙奴喺首回合已經一早就拋開咗個比數啦，咁所以喺技戰術上嘅分析咧就唔係話太多參考嘅價值啦嚇。咁啊今日如果你有留意嘅話咧，你可能會見到我一嚟點解好似個人唔係好精神咁咧，其實我都係懷住一個好沉重嘅心情去做節目嘅。咁啊，有啲朋友就會問，有啲阿監製問點解？咁啊，有啲朋友就即係都問點解會今日咁遲啦嚇，11點半、11點9咁啊。首先同大家講聲唔好意思先啦，因為本身就係約定咗11點半咁，但係就因為你知啦，高山唔喺度咁啊，即係比較踢腳啲嘅。唔係，同埋我遲到，係啦，因為我嘢搞，係咁啊，因為就搞下，大家都遲。錄影廠近期都有啲工程進行緊啦嚇，咁所以就有啲阻滯咁樣。咁但係就本身其實咧咁夜開始咧就係小弟嘅注意嚟嘅。咁因為頭先咧喺9點半咧我就喺土瓜灣要踢一場5人足球聯賽，咁但係咧就遺憾地咧青藍咧就1比5大敗俾對手，咁啊其中小弟咧喺第2同第3球咧都要負上一定嘅責任啊。咁啊第2球咧就係我喺徘徊喺2個對手之間啦，咁我嘅決定咧釘人嘅決定咧就釘錯咗，揀錯咗對象嚟釘，咁啊結果失咗位，咁啊輸咗2比1，咁啊因為好關鍵啦嚇，和緊㗎嘛，咁啊結果就令到失咗第2球，咁然後第3球咧就係一個快攻嚟嘅，咁啊小弟擸住個波推過半場之後想揾隊友交啦，咁啊點知就交失咗，咁然後交失咗對方3排2撥咧就嚟個反擊，咁啊結果咧就輸咗3比1啦。咁啊，所以咧我就嚴格嚟講，我係犯咗1.5個錯誤，咁啊當然就好唔開心啦。咁啊，所以就，但係都冇辦法，都即係懷咗一個好沉重嘅心情，但係都要盡快收拾心情咧，同大家今晚去做呢嚟緊呢2-3個鐘頭嘅節目啊，同大家回顧翻咧對上呢2個禮拜歐聯嘅戰線咁啊嘅情況嚇，咁啊但係就今日我都唔會有太多嬉皮笑臉噶啦，尤其是又冇拍檔喺度啦，自己一個。即係唱獨腳戲啦，咁啊加上心情又即係比較唔係太理想啊，畢竟輸咗波仲要大敗一場就冇人上嘅，所以都即係你話作為一個足球從業員，有時都尤其是一啲專業嘅足球員兼評述員，即係好似梁冠聰咁樣呢，即係你都有時代入佢嘅角色。如果你試想像下東方喺之前日間嘅時間咁啊輸波，佢係有犯錯嘅話，咁佢夜晚講波會唔會都要盡快收拾心情呢？咁啊，即係大家呢樣嘢就自己去研究下啦。咁我雖然我就唔係職業足球員，咁但係我都會有情緒啊嘛。咁希望大家就唔好介意，唔好介意。咁啊，讀下大家留言先，同大家打聲招呼先。Hello，你哋好啊。咁啊，首先啊，ABCDEFG312LOL 就話算吧啦。利物浦排第一出局就話要檢討，唔係咁啊。其實就唔係話淨係檢討利物浦對住巴黎聖日耳門嗰場嘅，係檢討6場賽事啊。再提大家多一次啦，8場賽事入邊有2場波係今晚咧唔會講噶啦，就係阿仙奴對燕豪芬同埋咧利華古遜對住拜仁慕尼黑嘅。咁啊，哈泰 Aaron 就話其實瑞士制爭獎金同埋排位都好緊要。咁啊呢樣嘢就係關於賽制，我哋嚟緊有機會再探討下啦。咁啊，因為就今晚咧都主要係想講下啲技戰術上，都會有超過100張圖咧係俾大家睇嘅。或者完晒今季嘅比賽之後，我哋再檢討啦。冇錯，呢個都好多，都仲有好多空間嘅。係啊。咁啊，再睇下大家留言啦。咁啊，有我喺度咧，我都希望盡量係能夠讀出晒咁多位今晚有留過言嘅朋友啊。咁啊，如果 miss 咗嘅話咧，真係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啊。咁啊，因為就真係好踴躍，大家都係非常之積極留言啊。尤其是即係咁重要歐聯16強
咁啊，即係淘汰賽，咁啊都大家可能有時撞咗時間，你未必有機會睇到其他比賽嘅發展嘅話，或者其他比賽嘅內容呢，唔緊要，小弟都會幫下你手嘅。咁啊都，我唔係話同一時間睇幾場波嗰啲㗎，我係睇完之後再睇翻重播啊，係同一時間呢，淨係 focus 喺一場比賽啫。咁所以技戰術上呢，希望大家都唔需要太過擔心啊，絕對唔會一心二用嘅。咁啊，呢個都係我嘅堅持同埋我對於睇波嘅取態啦嚇。因為我覺得你同一時間睇兩場波或者以上呢，其實你係好難可以睇得夠深入啊，或者係你睇到啲細節。咁當然有時即係可能係平時你冇乜時間，又或者你唔係足球從業員嘅，唔需要做技戰術上嘅分析嘅話，咁你梗係好希望可以即時知道其他比賽嘅戰果啊等等啦嚇。好，咁就睇一睇先啊。有啲朋友就話以為我失戀啊，唔係失戀啊。Ted Yang 就話 OK， 咁啊 Brian 就話踢完波咁長，仲要開咁多個鐘頭節目，小心身體啊。OK 嘅，咁我都精神嘅。好，咁啊，不如馬上開始節目啦嚇。咁啊，拜仁就話基本上新制之下，得8強都係老面孔，得維拉呢隊新仔。咁啊，叫做總結一下啦。呢8支球隊入邊呢，其實就係2支英超、2支西甲，一隊法甲，一隊再數多次啊，2隊英超、2隊西甲、2隊德甲，一隊法甲，同埋另一隊係另一隊係咩啊？突然間唔記得咗添，德甲數咗未啊？得咗咗，係嘛？我突然間唔記得咗呢個腦運轉唔到啊！一陣間再幫你補充下啦嚇。咁啊，總言之咧，咁啊其實就都同阿拜仁所講咧，意甲係啊，哎呀桑超，多謝你幫我補充先，係意甲爭啲唔記得意甲啊，因為意甲一早好多隊出咗過，係啊，遺忘咗意甲係嘛？冇遺忘到國際米蘭嘅，唔該晒咁多位朋友啊！咁啊，其實維拉係叫做8強入邊嘅相對比較新啲嘅面孔啦嚇，咁啊都但係因為抽籤佢始終遇上嘅布魯日啦，咁所以你話過咗布魯日呢關呢，又唔係話真係好令人估唔到嘅。好啦，咁啊不如就馬上去第一場比賽啦。咁啊今日嘅節目呢，就會分4節嘅，咁啊4節入邊呢，喺第一同埋最尾嗰節呢，就只係會講1場賽事，第2同第3節呢，會係講2場賽事。咁啊首先就當然要講下今個禮拜最具爭議嘅畫面啦，咁就係呢球波，因為今日就冇拍檔同我一齊互動啦。咁啊，我諗就琴晚其實我有睇嘅，係啊，我知阿金就有睇嘅。我2晚都天光先瞓，係真係大佬嘔電。你有冇現場？你係睇直播睇到呢一下，你係咪覺得即係因為當時無啦啦點解唔入嘅？係啦，同埋無啦啦點解會有個停頓位噶嘛？係咪先？係啦。因為球證其實就即係馬斯尼亞克啦，呢位波蘭嘅光頭球證咧，其實就等咗一輪，跟住咧就係經過 VAR 嘅覆核咧，同埋介入之後咧，就宣布呢一球咧係作廢即係唔入啦。好啦，咁啊即係我諗今日聽緊節目嘅都有啲馬體會嘅朋友喺度啦，正話我見到有馬體會球迷會留言，咁都係我嘅一個網友嚟嘅。咁我都今日見到社交平台咧，佢都出咗個 post 啊，心不憤咁樣。等我嘗試講少少客觀説話啦。咁啊，因為呢一球咧，其實坦白講，任你喺直播或者係重播嘅角度咧，你真係唔係好見到祖利安艾華利斯隻左腳係點樣掂多波嘅。咁呢個係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咧就係、就算掂到啦，佢跣低咗啦，嗰個波嘅飛行軌跡係咪有好大嘅影響？因為所謂嘅 double touch， 即係雙重觸碰嗰個皮球咧。咁你雙重觸碰個皮球，咁訂立呢條條例嘅意思，當然就係唔想你去咁樣又欺騙咗門將嗰個反應啊嘛，嗰個神經反應啊嘛。咁你如果 double touch 掂2次波嘅話，咁當然啦，喺物理學角度，你話咁樣射12碼掂2次波咧，其實仲要係咁樣跣住，明顯大家都知道呢一下係意外啦，點會係人為啊？係真係草地跣低咗，即係長濕路滑，咁啊祖利安艾華利斯起腳嗰下跣低咗，咁啊結果咧就推翻咗啦。咁從科技角度咧，老實講，我哋即係依家都知道啲比賽嘅用球咧，裏邊係有晶片啦。咁如果你話 VAR 房 check 咗嗰個晶片係掂咗2下嘅，咁你推翻咗嗰個入球，從球例嘅角度咧，你又真係冇得同佢拗嘅。不過而家個爭拗點咧，可能或者馬體會嘅或者中立球迷嘅爭拗點咧就係、喂呢個
係並非人為嘅即係並非人為嘅一個12碼嘅處理，係意外嘅12碼處理，有冇可能會重射呢？係咪可以容許重射呢？咁樣咁因為其實咧，我翻查翻咧，我冇記錯，英超近呢6-7年咧係試過，大家可以 check 翻。其中一下咧應該係米杜域，即係當時仲係踢緊富咸嘅米杜域都試過一下。喂係 Premier League 嘅 Facebook 我睇咗，我碌咗 post 啊，早幾個鐘又出咗個係咪馬列斯射12碼？係馬列斯都試過啦，係啦，有試過。佢咗條片嘅，係都係話唔入嘅，係啦。咁所以其實即係從球例嘅角度咧，咁你話判唔入？雖然咧，我哋就賽後到而家呢一刻應該就冇話 VAR 房有啲咩嘅官方嘅聲明，就話個波係真係聽到或者見到查核到咧係掂咗兩下。咁啊，我就算頭先我講話歐聯嗰啲個波入邊擺咗啲晶片，咁因為擺晶片呢個都係事實，咁但係係咪真係 detect 到？係咪真係收到有警示話掂咗2次個波咧？其實我哋冇人知。咁但係呢一刻你唯有係信 VAR。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喂，係咪真係可以喺呢啲咁關鍵嘅場合，首先一來睇耐啲個 VAR，二來係咪有機會容許重射咧？咁呢個我唔知大家有咩睇法啦。咁啊望一望大家嘅留言先啦，好嘛？咁啊阿拜仁就話雙腳同時掂波都算犯規，話雙腳同時掂波。嗱，即係又係嗰句啦，即係嗰個晶片接觸點係咪即係左腳早掂過右腳0.01秒啦？哪怕係咁，如果 VAR 真係收到係嘅話，有2下響聲嘅話，咁呢啲真係冇得同佢拗喎。咁啊 Cholo Forever，Cholo Forever 應該就係馬體會球迷會嘅代表啦。其實好過分，如果係皇馬咁射，一定唔會吹。不過又咁講啦，即係當然我自己咧，我唔怕同大家表態。我梗係支持馬體會晉級啦，因為皇馬攞過咁多屆，咁你都係鋤強扶弱噶嘛。但係又唔好話真係皇馬受到球證眷顧啊，又或者係即係點樣去話打假波啊，即係皇馬係過關啊，咁啊即係勝之不武啊咁樣。咁因為就算呢個波係射入咗，都唔代表馬體會能夠喺互射12碼階段係能夠順利淘汰皇家馬德里噶嘛，都仲有好多球要射噶嘛。咁你只能夠講話啊，點解？即係好多時呢啲咁詭異嘅場面，或者一啲受爭議嘅判決，都係牽涉皇家馬德里呢。咁樣咁，你可以話有時真係時來運到，又或者皇馬杯咯，你再講，即係大家都有西維爾杯咁，有時啲嘢真係冇得講。係啊，即係所以我哋唯有就咁啊，梗係有情緒㗎啦。但係我自己覺得都。有冇搞錯？又係皇馬咁樣，即係難免有嗰種心態。唔係，即係有啲嘢就係咁啊，冇計嘅啫。係啊，咁但係我哋即係唯有就拋開嗰個呢一個嘅諗法啦嚇，拋開呢一個唔公允嘅諗法啦。咁你撞啱對手又係皇家馬德里，咁啊真係吹你唔脹啊，係咪先？好啦，咁啊Anho Lam 就話：咁點解唔可以重射啊？龍門企出白界線都係重射啊嘛，咁樣。FAYTZ 都話點解唔可以重射？我都覺得係啦，因為嗱，譬如舉例你嗱有2個 case 唔可以重射嘅，即係譬如你本身唔使重射啦，或者即係本身你個波撲走咗，即係你已經守方有 advantage 啦，咁你自己錯啊嘛，咁咪重射咯。但係如果你射得入嘅，即係或者你攻方有 advantage，其實理論上係應該重射嘅喎，即係多一次機會喎。即係話本身你話，呢個波 double touch 但係炒咗，咁冇計啦，係咪先？咁即係等於你話，即係龍門企出白界救出咗，咁梗係唔算數啦，梗係重射啦，係咪先？但係如果你話企出去白界線，人哋射入咗，咁就算你犯規，人哋射入咗，其實應該冇得重射嘅，即係我應該係咁諗咯。如果有邏輯嘅話，係咪？有邏輯啦，同埋係唔係一個人性嘅選擇，或者係人性嘅條例呢？我哋而家點解成日覺得球例改完之後係好冇嗰種睇波嘅感覺啊，或者投入嘅感覺，就係因為正如阿 Jason 話齋，可以重寫，不過要先修例咯。咁樣其實經過琴晚嘅故事之後呢，我相信球證都會開大會㗎啦，或者呢 FIFA 啊，或者呢即係 IFAB 啊，球證會啊，都會再去討論下呢一個個案㗎啦，都冇辦法。咁啊，Stephen Wong 就出咗聲明咯，即係我意思係話有冇聲明係講緊嗰個
比賽嘅用球係聽到個晶片發出咗2下聲咧？咁樣呢個我唔敢講啦嚇，咁啊唔知有冇咁嘅澄清啦嚇。咁啊阿 Liam 就話連 VR 都唔肯定有冇掂到，其實咩理據係要咁判？咁啊另外咧阿 Cholo Forever 就話就算冇 double touch 咧，古圖斯都撲錯咁樣，係嘅，呢個都大家係好清楚見得到啦嚇。好啦，咁啊繼續，因為由於呢個就比較大爭議啊，咁所以繼續讀下大家留言啦。阿 Chris Tang 就話：究竟係左腳線右腳再射，定係右腳射完再中左腳？唔知啦，真係無從稽考啦。因為其實睇咗好多嘅慢鏡都唔敢判斷啦。Lockchow 就話：如果啲 cam 都睇唔清楚的話呢，其實等同依靠球證判決，咁啊都係等同 black box decision making 咯。同埋即係又係嗰句啦，咁啊疑點利益歸於被告，咁推翻咗個入球，好似係會嚟得相對冇咁有道義，我可唔可以咁講咧？或者唔知打明唔靚係咪？對。不過琴晚個球證係有啲點講？係即係表演欲幾勁嘅，有一下我都覺得哇！我喺個主持 group 度留言，哇咩事？即係譬如有一下好記得就係咧。旁證俾咗界外球馬體會嘅，跟住咧球證走去推翻個界外球，喂唔係喎，個界球唔係呢個馬體會喎，俾皇馬喎，即係好少可噶嘛，你推翻旁證啲咁基本嘅 decision， 我覺得不過你係即係呢個係有啲點滴 share 下。係啊，咁啊呢個球證就大家都會好熟悉㗎啦，咁啊都係一位名牌球證啦嚇，馬仙尼亞克就嚟自波蘭嘅，咁啊都執法過好多一啲大賽嘅決賽啦嚇。好，咁啊繼續睇下大家留言啦。咁啊阿 David Lee 就補充翻，好似得世界盃、歐國杯嘅用波係有晶片。嗱，我真係唔知，因為我真係實在冇時間做相關嘅資料搜集，就係研究下嗰個比賽用波，亦都我未踢過呢一個波啦。咁啊裏邊有冇晶片，或者有冇一啲嘅科技啊？係可以幫助到底點解 VR 見到？因為其實睇咗好多慢鏡，或者我哋觀眾睇嘅由電視機發出嚟嘅信號嘅片段，我哋睇唔到係好明顯掂到2次，即係睇咗好多次。我諗大家都睇咗好多次，咁啊一定係要信 VR 係收到。咁如果 VR 嗰個影像都係同我哋睇到係一樣嘅話呢，除非佢哋有唔同角度啦。好啦，咁如果有唔同角度嘅話呢，若果你係馬體會嘅球迷，你又會想，喂係咪可以公開透明度高啲，話俾大家知邊個角度睇到，咁等佢哋都心服口服啲啊！好啦，咁啊另一樣嘢啦，就係Stephen 就話 Stephen Wong 就話因為球例話係判跌沙拉喎咁樣，係啊，即係我哋大家都知道，咁但係我哋而家就係圍繞住討論緊嘅就係咪有重射嘅空間呢？咁樣。好啦，咁啊我哋繼續講下啦，咁啊呢球波就其實大家都已經係表達咗你嘅睇法㗎啦，咁啊不如就講下啲技戰術上嘅內容啦嚇，或者就係排陣上啦嚇。好，咁啊麻煩你監製，今日都好辛苦㗎啦，今日都好多圖會俾大家睇啊。咁啊呢張圖呢，就係首回合啊，皇馬就係主場贏馬體會2-1嗰張圖嚟嘅。咁啊主要咧就係紅色圈住咁啊巴謙迪亞斯啦，咁啊呢場波佢就係主角之一，因為呢，佢就係取代咗首回合停賽嘅比寧咸。咁而馬體會咧就特別你要留意下喺左手邊線嗰2位球員啊，左閘嘅查維加蘭同埋左翼嘅森美爾連奴。咁啊，因為咧就喺第一個失波咧，正就係查維加蘭咧就睇唔到洛迪高高斯，結果咧就俾佢係冇過咗。咁好啦，望一望下邊張圖啊。咁下邊呢張圖咧，正就係失波嗰個過程啦。咁啊講緊其實就係查維加蘭。咁啊首先呢球波，佢有冇必要咁快就收到去咁入呢？因為其實望到，即係我當然明白啦。作為一個閘位球員，咁佢見到，喂，好似同個左中堅嘅距離有啲遠喎，咁啊不如填翻入啲，收翻入啲啦。咁但係你見到其實佢隔離，即係10幾20碼都冇任何皇馬球員嘅。咁啊如果收得太入嘅話，就反而喺邊路呢？尤其是對住對手，如果有好多較長炮能力強嘅球員，咁中間你都知啦，祖亞文尼、卡馬雲加或者次回合嗰啲摩迪，個個都可以俾長傳㗎啦。咁唔係淨係中場中嘅球員添，後防嗰啲都係㗎。魯迪加嗰啲邊個唔可以俾長傳啦？咁啊呢球波呢，其實查維加蘭你見到佢都係洞悉到嘅。呢球唔係直接
俾波㗎，即係卡馬雲加。雖然我圈住佢喺中場線、中線嗰個位置，其實佢呢下咧就想俾洛迪高高斯，但係咧最後佢就冇俾到。但係查維加蘭咧都係好集中，知道咧見到意識到卡馬雲加有機會放個長傳俾右邊咧，佢都嗱臨咧追翻轉頭。咁但係咧好啦，過咗大概3-4秒之後咧，麻煩你啊監製。過咗3-4秒之後咧，個波就運咗落去熒光幕底，咁啊落咗去費達力高華維迪腳下，咁啊費達力高華維迪咧就俾個直線，咁你見到查維加蘭呢個波佢個防守嗰個位置咧轉向咧就錯咗啦，因為即係我哋所講英文就係 wrong side 啊，錯咗邊，錯咗方向，咁你因為擺動個身體，你要轉身再回追洛迪高高斯，咁你咪已經係冇咗個先機咯。其實論速度，我相信查維加蘭未必慢過洛迪高高斯好多，咁但係由於嗱，首先第一樣嘢呢個波就放得靚先啦，呢個直線都係趟穿晒。第二樣嘢就係因為你要扭動埋個身，所以你連嗰下反應你又慢咗咧。咁洛迪高高斯都好嘢，咁因為最後佢就擺翻隻左腳位，咁樣就射個靚波，咁啊直飛遠處就搞掂咗啦嚇。咁但係就冇辦法，即係始終呢個波就係講緊俾又俾得靚，咁啊同埋就1-2下比賽初段咧。你嘅防守嘅位置，或者你防守嗰、一啲身體嘅轉向咧，係有少少嘅瑕疵咧，咁就輸㗎啦。咁亦都係皇馬其中一樣，即係咁多年嚟可以喺歐洲賽場㗎啦，不多嘅原因就係佢哋可以把握到一啲短時間針到你後防嘅一啲缺陷，或者係你一時嘅唔集中，或者係一啲嘅瑕疵咧，就俾佢把握得到㗎啦。咁啊，跟住咧，其實馬體會入攀平嗰下咧，亦都係其實有少少皇馬嘅一啲典型嘅劇本啊，近年嘅就係佢哋唔會話介意放棄控球，俾你差一輪啦。即係你見到其實入波，即係祖利安牙維尼斯喺左手邊兜大位起右腳射遠處嗰下咧，其實喺呢個波入之前，皇馬係任由馬體會喺外圍不斷咁樣猜嘅。咁然後靠嘅就係一下擺動，跟住咧就射翻遠處啦。咁當然射得好靚啦，咁啊呢兩個回合其實祖利安亞維尼斯都處理得好靚嘅，即係呢兩下嘅呢個嘅射門。咁啊，但係跟住關鍵嘅就係巴謙迪亞斯啦，因為巴謙迪亞斯喺度其實好耐之前，我諗早3-4年前佢仲係外借去到 AC 米蘭嘅時候咧，已經我哋或者大家都有聽睇嘢嘅賽後評嘅話，都知道就算你話係阿高山又好，我又好，即係阿 Nick 都好啦，都係幾喜歡巴謙迪亞斯咧。尤其是佢作為球隊嘅一個第12人咧，係好稱職㗎。因為巴謙迪亞斯嚟到皇馬，肯定就唔係正選嚟㗎啦。就係有時，喂，雲尼斯奧斯或者洛迪高高斯或者係比寧咸前面呢3個，如果有啲咩受傷停賽嘅話，第一個你會諗嘅通常都係巴謙迪亞斯，技術型又難打。又可以為你其他嘅升級嘅前鋒球員去做下啲跑動，咁而呢場波其實有好多巴謙迪亞斯嘅無球跑動，或者就係由攻轉守嘅防守嘅積極性，呢一點亦都係令到呢一場波其實喺首回合奠定勝局嘅其中一個重要球員。咁而當然啦，巴謙迪亞斯去到次回合佢係得好少機會發揮啦，咁但係就本身你都唔係一個主力嘅正選，咁所以你都其實對於安塞洛提嚟講，或者對於教練團隊嚟講，都好難去安撫，有時係好難去安撫呢啲第12、第13人佢嘅心態啊。因為咁你係巴謙迪亞斯，除非你話俾我知，喂，我真係冇乜所謂啊，唔踢正選都 OK 㗎咁樣。咁但係做得球員，你尤其是喺大球會咁，或者隊波都係㗎啦。咁你當然係希望可以盡量爭取多啲嘅上陣時間。咁而家有限嘅上陣時間，你就要俾到，尤其是你唔可以有任何放鬆，包括你由攻轉守好陣間。稍後第2、第3、第4節咧，好多啲圖咧就係一啲進攻球員翻嚟做防守嘅時候一啲嘅疏忽，導致到直接失波嘅。好啦，咁啊睇下次回合啦。係啦，次回合呢張圖啊，正選嘅。咁啊，其實比寧咸復出啦，咁啊，所以就即係右手邊啦，皇馬黃色圈住。比寧咸復出咧，就踢翻個4-4-2，挨左手邊嗰個，就係左中場。咁啊，直接就係喺位置上面咧取代巴謙迪亞斯。
咁啊，但係呢個就當然唔係一個新嘅嘗試啦，即係將比寧咸就拉喺4-4-2嘅挨左手邊，咁跟住有時就雲尼斯奧斯就會係褪翻後半格，咁啊黐住條左邊，咁啊然後比寧咸咧就好高嘅自由度咧，中場做啲嘅滲透啊，或者係做啲嘅走位啊咁樣啦。咁啊呢個情況其實尤其是去到下半場咧更加明顯嘅。上半場咧其實比寧咸都比較多係挨住喺左邊，咁但係當安察洛提去到下半場要嘗試下改變個戰局，或者去嘗試下做多啲進攻嘅時候咧，比寧咸其實係多咗埋中間嘅。咁而雲尼斯奧斯就真係拉翻去左手邊啦。咁然後中場中咧，其實皇馬都係幾冒險㗎，咁因為用咗摩迪同埋用咗祖亞文尼，咁所以其實喺中場嘅爭奪上面咧，唔係話太佔到有咩上風，因為摩迪始終年紀大㗎啦，即係你話要喺大賽咁關鍵嘅比賽，咁你話踢60-70分鐘咁可以應付嘅，咁但係其實佢同埋祖亞文尼咁喺中場線，咁啊如果遇上係真係好高效率不斷咁樣來回板嘅對手嘅話咧，係會有啲吃力。咁但係馬體會又未去到呢種情況啦，咁啊因為中間其實就帕布魯巴列奧斯咁迪保羅其實都係一啲比較務實啲，咁啊加上其實好早階段咧呢場波馬體會已經入咗球，30秒都唔夠，咁所以就更加令到個比賽嘅形態咧有少少馬體會都要重新去審視下。咁早領先啦，到底我係咪繼續去谷咧？跟住繼續，因為可能你試想像下，如果唔係咁早入波嘅話咧，可能馬體會都繼續不斷來回試下嘗試去搶你啊、搶下你啊咁樣。咁但係入咗球之後咧，難免可能咧又會相對想話穩陣翻些少咯。咁所以呢樣嘢就即係冇得好講嘅。咁啊同埋你見到其實馬體會喺左手邊咧都換咗2個人。莫桑比克嘅國腳啦，連尼爾道啦，咁啊復任正選啦，咁啊同埋江諾加拉查，咁啊踢過左中場，咁啊江諾加拉查其實踢過左中場，情況咪等於佢對面英格蘭國家隊嘅隊友比寧咸一樣咯。咁功能嘅梗係好唔同啦，江諾加拉查又真係會再走動能力或者覆蓋範圍會再大啲嘅。咁啊，但係就呢個亦都係馬體會喺次回合啦，完全將左手邊嘅成條線咧換晒人。咁啊，其他就冇咩特別噶啦。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呢，下邊呢張圖呢，想同大家討論下一個球員啊，就係佢啦，麥巴比。咁啊，麥巴比我唔知呢2個回合嘅發揮，大家有啲咩評價啦？我自己呢，咁啊監製，你睇得多唔多啊？今季皇馬我主要都係睇歐聯聯賽，我真係少。即係我覺得呢2回合呢，哇都即係側面反映咗佢揀波踢咯。我覺得即係你意思係有啲勒住，係啊，即係呢兩場特別唔同咯。我只可以講，我覺得呢，我冇時間 cap 圖俾大家睇啦呢一場啊，咁因為就集中係研究下頭先，即係之前祖利安亞維尼斯嗰12碼嗰啲條例啊嗰啲啦。咁但係其實我本身係 mark 低咗好多嘅時間呢 mark 低咗好多比賽入邊呢，就係我發覺麥巴比係好少，佢作為一個前鋒球員，佢係好少衝前突入前插嗰一下。咁我哋大家都明白嘅，即係麥巴比初出道呢，其實你話喺摩納哥嘅年代，佢都係挨住左手邊，咁啊都係中意喺邊路上腳推進，正面望住對方。咁啊，但係而家好啦，如果你要喺皇馬正前鋒呢個位置立足嘅話，你點樣有嗰個意識或者有嗰個觸覺係前插，係衝向對方嘅門將，然後睇下後邊中後場嘅隊友有冇機會放啲過頭波，放啲直線俾佢走呢？因為呢2場波，嗱老實講，我自己呢唔係睇好多皇馬喺聯賽嘅賽事，因為聯賽賽事呢，我覺得即係始終實力係有一段嘅差距啊。咁啊，除非可能對住啲中下游或者對住啲拍大巴嘅球隊啦嚇，否則嘅話呢，我多數都唔係好睇皇馬嘅聯賽賽事。咁但係呢2個回合我睇到嘅就係麥巴比佢咁啊，梗係表現一般啦，起腳次數唔係多啦。咁啊，同埋係連前插嗰個意識亦都冇之下呢，反而我 mark 低咗好多球員都有嘗試呢一個行動。比寧咸有試過啦，祖亞文尼有試過啦，魯迪加試過喺中堅位置帶出重圍之後呢，一條氣鏟入禁區入邊，嘗試去做嗰個接應點。但係我唔係好見到麥巴比有呢個舉動。咁所以而家你對住馬體會呢一關呢，你過咗啦。之後落嚟咁，因為麥巴比係今年或者皇馬
有麥巴比喺陣中嘅，今季係第一季。去到之後較後階段嘅比賽，呢個位置或者呢個現象呢，我諗啊真係值得大家呢去留意下啦。好，咁啊睇下留言先啦，望一望先。咁就初老 forever 話，其實加時都好多誤判球證，好多馬體會角球呢都係判龍門。皇馬龍門球，馬體會龍門球啊判皇馬角球，又唔見佢調轉判錯嘅喎。哎呀，冇辦法啦。咁啊呢啲角球咁啊，但係就都角球呢啲呢，我即係可能係一兩下或者係幾下咁樣就睇唔到，咁樣就都冇辦法太過評擊嗰個球證嘅。咁啊旁證其實都要負上一定嘅責任啦嚇。咁啊哈泰羅話迪亞斯跑動夠勤力咁樣，係咁啊要讚㗎。巴謙迪亞斯其實早幾年我已經好中意佢㗎啦，不過就要留意喎，佢唔再係西班牙嘅，即係唔係西班牙籍㗎啦，佢已經係轉咗籍咧，代表摩洛哥㗎啦。咁啊所以就摩洛哥其實都係喺非洲咧，即係隨住越嚟越多入籍兵咧，咁佢哋亦都喺實力上咧係唔單止係非洲區啊，講緊咧係因為始終之前係畢竟你係世界盃嘅4強分子，咁大家有個基礎嘅成績喺度，遲啲咧就睇下摩洛哥可唔可以繼續貫徹到佢哋嘅呢個成績啦，之前喺世界盃嘅成績啦。咁啊，跟住就睇下先嚇。咁啊 Chris 就亞記淘汰皇馬機會如何？咁啊，哇前瞻呢啲嘢就而家講就太早嘅，咁啊不如留翻下個回合開波之前，咁啊可能就睇下大家到時啲軍情啊、啲傷停問題啊係點啦。好啦，咁啊呢個雙就話麥總上半季偏沉，下半季就好翻啲。係咁啊，但係就麥巴比咁，你都可以睇下佢對住嘅對手。咁你喺西甲如取如攜，咁但係你去到歐聯嘅賽場啦，淘汰賽頭呢兩關呢，頭呢兩場賽事呢，其實都係有大家要研究或者係諗下，到底麥巴比點樣可以有冇啲嘢係要改變下，或者佢自己都要適應下皇馬喺呢啲咁嘅場合。如果你真係想喺進攻上面加強嗰個侵略性嘅話，係咪佢自己都要檢視下呢？咁啊，普拉比亞就早期麥巴比其實踢右翼，哇！呢個我真係唔知喎，我真係唔知喎普拉比亞，因為我一見咧佢喺摩納哥咧就淨係記得佢同古沙華喺條左手邊，我真係唔知佢踢右翼。咁啊，洛賽就仍然都係覺得麥巴比同埋雲尼斯奧斯只要同時落場咧都會有問題。咁啊，加埋前者嘅揀波踢，更加令到雲尼斯奧斯比寧咸壓力會更加大。問題係佢未到嗰個可以 hea 踢嘅級數，即係意思就係話，就算你放軟手腳喺前面輕鬆踢，咁啊，但係喺後邊中後場嘅隊友擸住你，又冇咁嘅足夠嘅資本，又冇咁嘅資格去擸住你，咁啊反而咧令到可能中後場會多啲防守嘅問題出現係嘛？大致係咁啦，咁啊魏永孝就話安迪克係咪可以出多啲？咁啊難啲嘅，安迪克始終都仲係幼嫩啲啊。咁啊 Lam Wai Ming 就話本身覺得斯蒙尼啊太遲換人，特別係皇馬換咗第一次人之後呢，馬體會就好下風咁啊。如果唔係射失12碼呢，應該就輸咗噶啦。不過咁講啦，佢最後5分鐘先至換安祖哥利亞同埋蘇洛夫出嚟，係幾有殺着 feel 噶。安祖哥利亞完場前真係有一下係可以 KO 皇馬嘅。係咁啊，其實換人調動呢都係可以講下咁啊，因為其實呢兩個回合呢，嗰啲換人我覺得係好多嘅變化，因為其實今年呢，馬體會嘅調動呢係好湊效喺聯賽嗰方面啊，同埋我見到就算你話換完人啲位置變嚟變去之後呢，其實雖然你話馬體會好多換完人之後嘅位置上面嘅變動，但係其實百變不離其宗嘅啫。例如侯爾摩連拿如果入替的話呢，原先嘅右閘馬高斯羅蘭迪咧就會褪翻去中場中嘅位置，然後就侯爾摩連拿就變翻個右閘去咁樣去嘗試。咁啊又或者本身好似次回合咁啊，麻煩你監製去翻第5張圖啊，即係次回合嗰張圖，係啦，係呢一張啦。又或者好似呢一張圖咁樣，咁你見到喂，江諾加拉查本身係一個中場中球員，咁你客串擺喺個左中場位置，收翻入嚟中間，咁見到體力消耗得七七八八啦，咁你又換翻一個純正啲嘅翼鋒球員，森美爾連奴，又或者
洛迪高列基美，試下衝你一段，試下睇下可唔可以靠個人能力帶到啲空位，或者帶生個中前場。咁所以其實就算你話喐咗啲人、喐咗啲位呢，馬體會其實今年我覺得或者近呢一兩年嗰個調兵遣將臨場個變動呢，斯蒙尼係越嚟越有心得，即係講緊對於嗰個戰局嘅掌控啊，或者係改變戰局嘅能力呢，係透過好多嘅調動呢，馬上可以起到一個好立竿見影嘅作用咯。其實講翻今年馬體會係有13個保時嘅入波嚟嘅。咁而蘇洛夫佢今季入咗13球入邊呢，有7球都係喺80分鐘之後入嘅。咁而頭先正阿靚威明所講啦，喺次回合換咗蘇洛夫同埋安祖哥利亞出到嚟之後，喂，衝你一段啫喎！因為你估斯蒙尼唔知嘅咩？過往歐洲賽場12碼加時，好似打後呢啲時間都係皇馬嘅天下。嗱，雖然呢場都係，即係12碼都係最後係輸咗俾皇馬，咁但係佢都明白到，喂，仲有嗰5至7分鐘，我換2個前鋒球員出嚟，話俾你知有氣有力嘅衝你一段。安祖哥利亞咁多年以嚟都係馬體會嘅後備殺手嚟㗎啦，咁啊蘇洛夫係唔同類型嘅前鋒球員，換出嚟搏一搏，改變下嗰個戰術嘅體系，咁啊又或者即係仲有拿豪爾摩連拿入踢迪保羅，就好似迪保羅有啲抽筋嘅，咁啊所以其實即係做盡㗎啦。即係如果你係斯蒙尼或者你係馬體會嘅粉絲，你見到嗰個換人咧，其實我覺得係有佢嘅諗法喺度嘅。不過你話太遲換人，咁我亦都理解你呢個講法。咁啊，因為去到下半場中段度咧，其實皇馬開始都多咗啲控球在腳嘅時間。咁而你覺得馬體會係有啲可能怕輸啦，或者怕被對手追平。咁因為俾對手追平之後2回合合計，你又會輸波出局㗎啦嘛。咁你而家就不如都係小心翼翼去應付埋下半場最後嘅呢20零30分鐘嘅時間，唔好喐住啦。咁但係你見到其實馬體會嘅防守呢，開始都係有些少失位啊，或者有啲吃力。咁呢個係另一個問題，因為馬體會近年嘅防守呢，係嗱，唔好計今季啦，唔好計今季之前呢，其實係有啲每況愈下嘅跡象嘅，亦都係解釋到斯蒙尼其實近年你估佢搞馬體會咁多年，唔知道啲球評家，唔知道啲球迷對佢有咩睇法嘅咩？初期高甸啊、米蘭達啊、菲納比路爾斯喺陣中嘅時候，馬體會嘅防守真係滴水不漏嘅。咁但係好啦，呢代球員退落嚟嘅時候，咁你馬體會嘅進攻經常都俾人批評到體無完膚㗎啦。咁所以斯蒙尼其實對上呢2-3年不斷喺進攻入邊咧多咗啲諗法。咁啊又嘗試下啲3中堅嘅企位啊、3、4後衞嘅切換啊。咁啊跟住喺進攻上面亦都個人係領略多咗啦。咁所以進攻你加強咗嘅時候，咁你自然防守如果你兼顧唔到嘅話呢，咁你未出現近季馬體會嘅情況咯，就係喺後防你如果真係想話填翻啲隊形，保持翻個緊密嘅隊形嘅話，其實唔係話咁容易可以做到。咁所以換人嘅時間就少少你可以挑剔嘅，咁但係我覺得就去到最後就下半場中後段都選擇不變應萬變，又唔係話體力消耗好大嘅時候，咁我又覺得又未係好大嘅問題咯。咁啊反而其實皇馬換嘅人呢，咁你見到費蘭特文迪咁啊，真係呢場波尤其次回合好多甩漏，咁啊又幾下線腳，咁啊所以呢，佢就踢唔足全場，咁啊然後就巴謙迪亞斯出到嚟，亦都係一個第12、第13人嘅角色，咁啊後備嘅騎兵咁多數都會有佢份嘅，咁啊換人其實甚至乎去到65分鐘一換2個，亦都係將翻費達力高華維迪推翻去中場中路嘅位置。咁其實皇馬就不嬲佢哋嘅變動嘅空間呢係有喺度，同埋亦都唔係話好多球員係對呢啲嘅新嘅嘗試係好陌生嘅，即係費達力高華維迪可以踢右閘，可以踢中場中，冇問題啊，稱職啊，升任啊。咁另外你話祖華文尼
鬥翻深啲，踢個中堅，季初又係試過啦。咁啊，而家唔使佢啦，因為有魯爾亞新斯奧喺度啊嘛。咁魯爾亞新斯奧繼續都係有上佳嘅演出啦。咁所以去到最後咁射輸12碼就冇辦法。其實嗰下即係奧比勒都有一兩下，或者佢救到一下啦，冇記錯，救到一下。跟住咧，其實最後魯迪加嗰球咧，其實佢都係拍到嘅。咁因為以前奧比勒可能俾你嘅感覺就係佢守12碼都好多時都捉錯路啊，或者都係輸多贏少啊咁樣。咁但係去到互射12碼階段就冇得好講㗎啦。咁係唯獨是嗰個最大嘅爭議位就係頭先我哋一開頭節目開始嘅時候，呢一節開始嘅時候討論祖利安亞華尼斯嗰一下啫。好，咁啊，又望下大家嘅留言啦。好，咁啊，阿 Polar Bear 話雲尼斯奧斯嘅活力其實比起21到22球季咧下降咗好多。係咪呢？我唔敢講啊，因為我唔係話咁經常睇皇馬喺聯賽嘅賽事。不過仍然都係一個上腳，因為有啲球員就係咁噶啦。你喺邊路上腳，或者你一攞住個波呢，嗰種震懾力呢，或者係令到對方忌諱嗰個程度呢，係好高嘅。雲尼斯奧斯就係呢種啦，即係佢都引下，跟住突然間一下轉向、閃身、加速嗰啲呢，你又真係好難防嘅。咁但係你話係咪可能佢自己都踢咗咁多年呢個位置，或者個踢法 keep 住咁多年，佢自己都要考慮下為自己嘅未來嘅足球嘅生涯去發展，去再尋求下其他嘅新鮮，即係嘅新鮮嘅踢法或者新鮮嘅元素呢。咁呢樣嘢就大家可以再留意下啦。咁啊 Samu 就話，咁啊 Atletico Madrid inquired with UEFA over the incident。係啦，咁啊，查詢啫 ，OK，咁啊查詢，咁但係冇用啦，查詢咁唔通你可以推翻咩？咁啊，我相信都冇咩可能噶啦。係咁啊，Cholo Forever 話列基美今季冇態，已經2個月冇出，係啊，咁啊佢就本身上季我冇記錯，佢同森美爾連奴係輪住嚟噶嘛，喺左邊，即係卡拉斯高走咗之後，咁你喺左邊。左翼位啦嚇，三中堅左翼位嗰個位置咧，其實佢同埋森美爾連奴係兩個唔同類型嘅球員，各有千秋。一個就力量型啲，速度快啲；另一個就技術型啲，細粒啲。咁啊，但係就好可惜，依家咧咁啊，森美爾連奴佢就反而係同連尼爾度爭啦。咁啊，仲有加蘭啦。咁啊，洛迪高列基美啊，更加喺馬體會就都淪為都唔知第3、第4後備啊。咁但係又咁講，即係。查維加蘭喺之前咧都可能有啲馬體會球迷啊放棄咗佢啦，咁但係兜轉，今年啊突然間又用翻佢咁樣，咁睇下洛迪高列基美遲啲又會唔會重踏正軌啦嚇。好，咁阿 Polar Bear 又話麥巴比技術唔夠細膩，但係速度、爆發力、力量都係頂級，所以一旦有空間咧就可以靠佢去硬爆。係咁啊，頭先我講嘅就係一啲佢喺當隊友有波在，或者當球隊控球在腳嘅時候，佢點樣突前，或者係咪有必要不斷咁樣墮後去策應去攞波呢？咁當然以往嘅賓斯馬都有去墮得深啲，間唔中會去同中長線嘅球員去做下啲互動，做下啲穿插嘅走位啊，或者係 key 下波啊咁樣。咁但係賓斯馬都有向前嘅能力噶嘛，都有突前插嗰個功用噶嘛，作為一個射手，咁所以麥巴比喺呢方面確實我覺得仲係要適應下嘅。咁話 Jimmy 就話 Jimmy U 就話加時如果有基沙文就爭好遠，可惜佢冇晒力就要換走，冇啦，佢啊真係都而家好難可以喺一場比賽維持到102分鐘㗎啦，即係你話要踢埋加時，咁梗係想射埋12碼啦，但係都冇辦法。如果你勉強留佢喺度，有可能即係喺生波上、由攻轉守上，你前面又要楞住多個基沙文，咁啊，所以就更加難啦。咁啊，哈特羅話馬體會今季其實進攻能力上已經係改善咗，係啊，即係進攻係不斷咁樣有所加強㗎啦。咁但係而家係講緊咁，有時你加強進攻，咁你犧牲咗嘅可能就係你防守嗰個緊密程度咯，或者就係你多咗用一啲喺進攻
有諗法、有想像力嘅球員。咁但係呢啲進攻球員係咪真係可以提供到喺防守嘅輸出呢？唔係個個得嘅嘛。咁阿威明就話：另外估唔到卡馬雲加換出嚟踢得幾好，加時階段又 cover 咗好多波，盧卡斯華斯基斯都係咁啊。加時呢就壓住森美爾連奴踢，係咯。咁啊加時就亦都最後大家都互無紀錄啦。咁啊12碼輸啦。咁所以呢場比賽其實就總結爭議就一定係有㗎啦。咁啊你話兩個回合之後皇馬係咪好值得晉級？亦都好難。話馬體會即係大家真係好均勢嘅，咁我只能夠講就係馬體會比起以往喺歐聯賽場遇上皇馬呢，其實係再拉近咗噶啦，同埋喺進攻上面呢，係同皇馬嘅周旋呢，係真係對抗到底噶啦。咁因為始終你今季係引入咗祖利安牙維利斯，又有一啲喺邊度好有效率嘅奇兵，例如係古利安奴斯蒙尼，人腳進攻嘅選擇又多過以前。咁皇馬都keep 住安察洛提嗰個作風啦，喺位置上面佢一定有微調，咁但係喺球員透過換人之後，佢哋喺唔同嘅位置嘅領略，亦都係有板有眼，有大賽嘅風範。咁所以皇馬能夠進到級，亦都喺呢個回合賽前大家都未必話好意外嘅。咁啊，其實就馬體會都係爭些少啫，功虧一簣啦，下年再嚟過啦。咁啊，皇馬就嚟緊係會對住係咪阿仙奴啊？監製冇記錯，對住阿仙奴係嘛？咁啊呢場比賽就留待喺8強首回合開波前啦嚇，或者聯賽可能禮拜一嘅戰線，就其他拍檔去再分析下啦。咁因為而家去探討呢場比賽誰勝誰負呢，我覺得又真係太早嘅。咁始終你仲有差唔多成。係咪8強好似3月底啊嘛？仲有2個星期，國際賽之後啦，起碼就係因為嚟緊係國際賽檔期，咁到時可能國際賽突然間有啲唔知邊啲主力球員有啲咩特別情況，咁啊或者翻到嚟球隊嘅態況同你喺國際賽前又好唔同嘅，咁呢啲嘢就要再重新去估計咯。咁所以就恕我今日唔會喺呢4節入邊咧去分析或者係做一啲咧4場8強賽事嘅前瞻啦。好，咁啊呢一節就嚟到呢度先啦。第一節就講完呢一場嘅比賽，咁啊轉頭翻到嚟呢，可以預先話俾大家知係會講布魯日對維拉同埋飛燕諾對國際米蘭嘅。轉頭第二節翻嚟再講。